在西藏，总有一些见闻能触动你的灵魂。今天卓玛给大家分享2个进藏路上的真实故事。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西宁。上个星期自驾青藏线从西宁出发的时候遇到下大雪，我们原先走的路封闭了，所以我们绕路走了一条小路。走到小路发现路面也结冰了，车辆在上面行驶，刹车根本不管用。正当我们对眼前的冰雪路面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看到一位藏族阿妈用自己的藏袍装满了土，然后走在路上撒土，然后后面的车辆慢慢跟着阿妈走，撒完土的路开始变得没有那么滑了。用藏袍兜装的土每次只能撒一小路段，撒完后阿妈就到路边用手抛开上面的积雪挖土，然后将土装进胸口的衣兜，然后朝着冰冻的路面继续撒土。我走近后才看到阿妈的手上并没有戴手套，手已经被冻得发红了。为了帮助阿妈，我也开始在地上抛土，可手刚触碰到土就被冻得受不了，可想阿妈抛了这么半天有多辛苦。我问阿妈，这么冷的天怎么不在家待着，而是跑出来给马路撒土？阿妈说，下大雪的时候这段路结冰路滑，很多车辆发生交通事故，她看到后很难过，所以就跑来撒土，希望给过往的车辆一点帮助。看到阿妈一趟又一趟的抛土和撒土，不紧不慢，旁若无人，不需要被人赞美，不需要被别人帮助，只是默默地做着他认为很开心的事情。在那一刻，我知道这关乎信仰。第2个故事发生在川藏线上，在耶拉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拍照，遇到一位藏族阿妈问我们是不是去拉萨的，我们说是的，然后他就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喝酥油茶，喝完出门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500块给我们，并让我们是要给他在拉萨的儿子。这位阿妈说，他儿子今年初到拉萨打工，已经半年没回家了，他家也没装电话，他自己也没手机，每次想念儿子的时候，就会在路边找个好心人给儿子烧点钱，这次已经是第3次给他儿子烧钱了。当我问他你儿子在拉萨哪里的时候，阿妈从家里取出一个小本子，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地址，看起来像是一个拉萨饭店的地址。我猜想他儿子应该是在饭店工作。其实我当时是想婉拒阿妈，因为我怕万一我们到拉萨后没找到他儿子，他的钱又不好还他，而且他家看起来那么穷，这500元他赚起来也不容易。但是当看到阿妈这么纯洁的眼神，心里有种久违的感动。再想想我们大城市的人，如果遇到这种事情，不骗你才怪呢。所以最后我答应了阿妈。到拉萨后，我们按照上面的地址找到一家餐馆，找到了阿妈的儿子，并把钱给了他。他的儿子叫顿珠，在这家饭店做学徒，每个月只有很少的工资。我问他之前2次烧的钱都带到了吗？顿珠说都收到了。突然眼泪就涌出了眼眶。我相信佛祖一定有保佑他们的，因为我始终相信一句话，心存善念必有善行，善念善行天必佑之。